體育用地不足嘅問題啦。咁剛才譬如包括都提到政府未來項都要規劃一啲地方，希望能夠發展一啲綜合嘅體育嘅地方。但係譬如涉及到冰場，其實過去有，而家冇咗，但係仍然有唔少人呢參與一啲嘅競技比賽，而且冰上運動澳門都取得唔錯嘅成績嘅。咁問題嚟講，面對目前冇嘅情況之下，點幫佢哋解決呢？而家主要確實嚟講，好多家長或者一啲運動員都反映呢，其實真係好麻煩。更何況呢個場地係唔屬於自己嘅，喺譬如能唔能夠引入一啲氣膜嘅運動場？譬如而家珠海60日就起咗一個啦。譬如原有嘅呢啲嘅冰上嘅場所，能唔能夠繼續去考慮有條件去使用呢？希望到政府能夠可以思考嘅。實際上好多時候，譬如好似攀岩協會以前都同我哋講過咋，而家因為要佢納入唔到過去嗰個叫做總會，咁所以好多資源佢哋係未必能夠得到嘅。咁譬如而家有譬如好似匹克球啊，或者一啲新興嘅運動，實際上未必能夠得到相應嘅呢個支持。將來能唔能夠其實透過博企嘅社會責任下放民間，能夠令到更加多呢啲體育文化教育咧得到一個全面嘅發展嘅。啱啱亦都提到運動員嘅場地，針對性提到呢個冰雪運動員，除咗氣膜之外呢，其實我哋亦都一路都係諗緊辦法。而家國內仲有啲最新型嘅方法呢，直接喺面度鋪冰。佢就唔需要好似傳統喺地底嗰度發電製冰，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新嘅方法。我哋全面喺度評估緊呢個工作，我哋希望可以創造到條件，等我哋嘅冰雪運動員喺本澳可以恢復呢個訓練嘅。講到場地嘅話，其實譚司長亦都講咗，佢有2-3幅閒置嘅土地可以釋放出嚟。至於你話博企喺社會責任方面，我諗有一個博企服務嘅跨部門小組呢，我諗喺呢方面呢，其實係睇一睇可以做更多嘅工作嘅。我哋都有參與到落去嘅。